来看台东县海华山脉乱山加中央山脉海端乡哦，两大煤火拢会大开，也毋过因为进前风台影响，乱山因为位伫山方面，煤仔树是无受到影响，所以今年哦煤仔应该当大丰收。也毋过海端乡是位伫食方面哦，今年的收成恐惊会无介理想。 台东县海端乡南海公路顶怪煤火即马开火了，未少过路的民众拢会停落欣赏。啊，毋过其实这是海端乡第3摆煤火开火，因为去年年底连续两个风台，海端乡的煤厂受损严重，火况不如以前。有被风吹过的，所以其实有些花就是我都说是梅花3弄，那这一次就是第3弄。 啊，毋过伫海华山脉北方面的延平乡乱山山区，农民种的煤树每一丛拢开满啊，而且开甲真水。农民讲，帅气，抑个冷风过境，愈冷开愈紧，1月中就可能花期结束，开始结梅啊。今年可能是丰收一年。今年开的花是算是正常的，还是有提早？正常开。没有像以往就是从12月底开到2月。 台东农改场表示，海端甲乱山的煤火开的状况无同，确实是受去年风台影响。啊，毋过伫2月了后的结果期，农民爱洗一寸雨做好排水，才比收成佫受损害。所以盛花期的气候条件，如果说这一波的寒流是属于干冷的话，那可能就稍微好一点。那如果说那个雨下的比较大，那可能就也会受影响。 台东县种煤树有500多公顷，过去3年收成拢受天气影响，产量减少。啊，毋过今年乱山地区农民望望会丰收，啊，毋过也开始烦恼找无工人来挽煤啊，已经咧找找工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